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28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高雄一个有心的负责人要求救护车载去30公里外富山区生产，救护人员拍算惊防调职，竟然唔敢提示。台中火力发电厂废水，国际防验到有超过环保的标准。这摆台中市环保局下动力，甲台电罚金6000万。美国总统川普证实讲，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头人去予美国的军队拍甲走投无路，已经自尽。观众朋友，前站德国和美国国内拢有国民经过网络提案要求，因的政府都要参台湾建立邦交。但澳洲嘛有民众已经向因的国会众议院提出请愿案，望讲澳洲政府嘛就要甲咱台湾建交。今日蔡英文总统接见澳洲卢森堡这国的国会议员的访问团，伊讲澳洲各界比较逐英年，嘛毋捌讲像即马安尼遮尔支持咱参加国际的事务。总统蔡英文再去接见卢森堡国会议员访问团，除了表达感谢卢森堡对台湾的支持，同时强调近来澳洲国际社会对台湾支持的力度是以前所无的。虽然今年台湾仍然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来自欧洲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力道是前所未见。那么今年的4月呢，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与主席首度串联英法德3国的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联名致函 WHO， 支持台湾参与 WHA， 还有波罗的海3国以及捷克的国会议员也都为台湾来发声。蔡总统强调，澳洲各国小天都伫这个月顶旬，荷兰众议院也头一摆表决通过动议支持台湾的参与国际事务，拢是重要的突破。其实近期国际社会挺台的声音不断，德国甲美国民众小联手发起请求建交关系请愿案了后，阁有澳洲的民众提出，请众议院要求澳洲政府对台湾互因充分的外交请愿案。因为澳洲请愿案只要伫4礼拜内超过1个人联署都会当过关，到时阵请愿案结束了后，将会提案交予澳洲的众议院决议。但我方尊重澳洲国内的法治的程序，不会介入。外交部将密切注意请愿案的后续的发展。那呢，台美的关系也有进展。台湾是民主的成功故事，也可靠的伙伴。美国与台湾都在全力推动国际交流，最近还一起推出了一个重要的大型人才交流新计划——人才循环大联盟计划。美台关系真的改善了，现在不但美国的总统，可是美国国会、美国最重要的媒体的看法，他们都支持台湾越来越多。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强调，台美关系史上上好。不过蔡政府也几啊摆向美国发回美台洽签自由贸易协定，不过今年复谈睇法无乐观，恐惊都爱看美国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人权方面的问题，台北市高文体市长和民进党的林飞帆副秘书长两个说一句来一句去。顶日林飞帆讲到喉更甜，昨昏伊阁伫咧 Facebook 写讲，那伊的目屎是为着牺牲性命、争取自由的西藏人所流的，毋是为着瓜市长，伊无遐伟大。今日高文体嘛应讲，家己本地就无遐伟大。毋过民进党伊是治国普遍，选举的步数颠倒是一粒一的。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伫面册写讲，瓜市长可能误会啊，伊流目屎毋是为着伊，伊无遐尼伟大。林飞帆甲台北市长郭文铁这几工拢咧互相呛声，战火还未停。再去郭文铁回应指出，伊本来就无遐尼伟大。我本来就没那伟大，这有什么奇怪的？党是支持人权的政党，但林同佳案苏奎却提出死刑，这样不是有点自谋矛盾？那这请林飞帆家己去交所的两个去瞧后再来，这个跟我们那些幕僚讲哦，民进党治国不怎么样，选举还是一流。
台湾民众党要伫台北市各区域提名立委参选，来压缩着民进党的空间。有民进党人士个烦恼讲，可能会互因3席让2席。毋那是区域立委，民众党伫暗时进行不分区海选，关门摕亲身名次。抢进国会关门摕的民众党无咧客气，按算代表郭家军参选苗栗立委的陈怡桦，前一天暗时伊讲伊无要参选，外界有风声讲是互关门摕逼的。常常我们会遇到，比方说我们会遇到来自绿营的。不要说压力了，灌输了。我猜郭董也一样，最大的灌输力量不是来自柯文哲，是蓝营对他们的这怎么讲请托了。所以我跟你讲，他们不选绝对跟我无关的。另外，个别立法院的王金平强调参选到底，但是敢是甲亲民党合作做伙选总统，具体下一步有缘一个日等。想过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亲民党吗？那以后再说嘛，现在还讲不定啊。赶快进去。那我确定说时间大概是压在11月初就会先公布吗？希望啊，但愿如此哈。亲民党手头有总统提名门票，敢是王金平未来的希望。毋那王金平期待，外界嘛咧等你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韩国瑜市长今日早起去到斗六南胜宫行香，伊也批评蔡英文总统讲执政到今要4冬，摕无半点的成绩，敢若会晓一直话一句讲要顾主权。韩市长嘛评讲，伊家己才是上有咧顾中华民国的主权的人。高雄市长韩国瑜透早搁转去后头厝，民众是真热情，伊去婚林斗六南胜宫参拜，婚林馆长张立生嘛陪伊做伙，要创造南亚团结的气氛。韩国瑜致辞的时阵，针对蔡政府批评中央执政3年半，摕袂出成绩，便闹到选举，话题拢是在讲顾主权。反清不明，反清不明。看看我们今天，民进党执政3年半、4年，拿不出政绩，他现在怎么办？我要顾主权。什么事情我要顾主权？贪污腐败，顾主权。韩国瑜除了用反清复明敲洗中央，嘛强调家己才是上顾中华民国主权的人。甲高雄市请假3个月专职拼选战，韩国瑜开始走基站。不离过这道转去后头，煞发生一件趣味的代志。张立生在致辞的时阵，阮算笑讲韩国瑜嫁予李嘉芬，早就是婚林人。对这件代志，韩国瑜赶紧解说。我嫁来婚林的，不是嫁，我是娶。这一字之差，差遮多咧。韩国瑜结束婚林的行程了后，刷落中昼甲企业还佫有农民对谈。下晡要去田中的乾德宫，佫有最近正穿的中华部严顺德宫参拜。因为中华是哪里赢拢想要赢的所在，会影响到规个大选的局势。韩国瑜是一定要来购票源。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瑜伊嘛讲，伊若当选大学生、研究生，人人都挺好出国去读一冬的册，开眼界。啊，开销用度才互伊来设法走藏。早起教育部潘文忠部长是讲，教育经费一目拢已经按算掉咧，若卡袂到，就要调动几千亿、几百亿。是袂当讲，两个一个人家己想就要做，因为每一款教育的项目品质拢都要兼顾会到。经费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问题。直接指出有经费的考虑，面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提出的优化相关政策，教育部长潘文忠伫咧参与立法院预算审查进程指出，教育爱以学生做主体，别当干那看个人的喜好。可能对于韩市长而言，对教育的了解可能不是那么的深入，动辄要这个数千亿的费用或是一再调整后的这个高达数百亿要在兼顾原来教育品质资源的应用之下，而不是我只想做这件事，然后不顾国民教育的需要。潘文忠认为，应该伫咧具体了解状况了后，对学生的需求考虑，并且投入资源。那着立委对这款的优化政策规划，到底是不是有可行性，态度保留。投入的金额也在我们高教深耕计划上路之后，非常看得见它显著的一个成长。前瞻预算是立法院3读通过的预算案，不可能怎么五轨搬运就可以这样做的。目前每年大概就是有3万多名的交换生，如果纯粹以交换生来说，他可以有机会有这个能力去达到这个所谓交换的一个目的，但是却因为经费的部分，我觉得政府应该给予他一个补助。那至于游学的部分，我说实在这一点我是持一个比较保留的一个态度。
那是立法院教委会28进行教育部明年度的预算审查，上大先聚焦伫咧各中小冷气安装的议题。设备基准的修正，把它改成英逐年，好，把市需要改为英逐年的话，这件事情还是原地踏步，不是花买一个冷气机这样的钱而已，而是整个电力配置，大家都希望要有全面加装冷气，但它需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教育部回应指出，会先和地方政府讨论，开始进行楼高校舍的安全性评估，再来检视电力基础设备改善和冷气安装等等的需求，会一步一步豆豆啊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咱有报讲，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讲，陈东家来台湾，竟然是马英九的朋友陈忠文律师要甲伊辩护，马英九才来假提假考，这桩案件就是照妖镜，一日笑落去，魔鬼就现出原形。今日伫立法院，南军的立委就直讲，苏贞昌讲这款话，分明就是行政咧指导司法。法务部处长蔡碧忠今日嘛来批评，陈忠文有影替陈东家辩护者，就真正是和魔鬼咧交换条件咯。到陈东家如果现在要来投案，是随时可以来投案。那这个管道是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方向？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吗？就是陆委会哈，他们会说明。陆委会。那你们不知道吗？陈东家案件的争议继续在拖，针对蔡政府对这个案件建立的投案机制到底是啥物？那立委早起质询法务部处长蔡碧忠，要求伊讲个清楚。不过蔡碧忠甲立委会搬出来，不愿意加讲啥。那立委嘛批评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行政指导司法。陈东家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犯罪，他也愿意来投案了嘛哈。不管，但是他被判有罪之前，他自然有被接受辩护的这个权利嘛。今天在台湾的国人哈。都希望说，一个香港是，但是他还是有被接受，对他，但是他还是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嘛？绝对有。对，这。立委质疑蔡碧忠捌担任过律师，却无顾涉案人请律师辩护的基本权利，颠倒是靠蔡碧忠来回击，驳回讲什么是法律内底的魔鬼。我的意思说，所以什么叫魔鬼？请你告诉我什么叫魔鬼啊？什么叫魔鬼？就是哈。明知道他有罪还逼他辩护是吗？不就事论事，不依法行政。那所有，然后很多事情就是说不循正道而为。我们保证就是说法务部门一定就是很努力的在希望跟香港在司法互助交人的这个部分持续的沟通嘛。针对立委的真侪质疑，立院的立委是斗3天来解说，和蔡碧忠解说政府想要司法互助，香港政府却无愿意来合作的过程。蔡碧忠强调讲，法务部一切依法来行政，若是有掌握证据，陈东家有来台湾投案，一定会侦办到底。记者综合报道。现时有消息讲，美国考虑台湾甲中共来真正结起来，咱的军队竟会较无困买，所以建议咱着要搁加买爱国者第3型甲鱼叉飞弹这2款。今日国防部严德发部长敢若讲，这阵代是牵涉机密。另外，新加坡和中国近来有签国防交流甲安全合作协定的文书，台湾用过和新加坡的军方合作的事项，敢会有变故？严部长嘛讲，一切拢正常。新加坡和中国正式签署国防交流和安全合作协定。台湾过去每年拢有协助新加坡进行军事训练的成功计划，敢会产生变化？国防部长严德发强调讲，到打一切推动拢正常。跟新加坡方面的星光计划，到目前的推动一切都正常，都在进行当中。依照惯例，新加坡星光部队每年11月拢会提出隔2年的训练计划。那着立委表示，目前无听讲新加坡要终止和咱的军事合作，但是呼吁政府爱密切观察动向，尤其中国依然无放弃武力犯台。即马风声讲，美国认为，若是两岸开战了后，咱后续的战力恐惊无够，已经积极游说咱这边，建议增购爱国者3型飞弹和鱼叉反弹飞弹。请把钱花在刀口上面，美方的这一些建议啊，我们应该要务实的考量。相信美国一定也看到了台湾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呢，不断的增加对我们的这个国防的需求，我们表示欢迎。我们主要工作是把I2性能提升到I3，其他的我想都在我们的建议规划里面在做啊。这边因为私设机密也不方便多说。若是国军纪律问题常常传出，即马总督察长是和外界质疑，无法度掌握国军酒后赛车和违法者的代志，国互人批评是等要退役的单位。对这点，严德发也承认讲，总督察长是和外界的联络确实无够，但是目前已经
经和交通部、警政署、法务部做好下部会联系，未来未有暗坎不报的情形发生，会当清楚掌握和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顶礼拜高雄市2个救护人员因为救护车顶家属要甲病人送过别区的病院，因唔应人，家属就真不满。郭卡新双人嘛去互主管调离开本地的职务。不过昨高雄市又搁一个有心的负责人要求救护车再去30公里外台南市的妇产科，救护人员拍算是惊互调职，却唔敢提示，结果嘛引起社会种种的议论。接到任务，由枪分队救护车出动。27号，高雄市一名38岁有心的妇人，因为饮水破气，爱紧急送医。不过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家属指出3件拢伫台南市，希望送去30公里外的指定诊所。基于保护他们人民安全之下，我们同仁就在现场的他们的专业评估，就帮他们送到台南医院去。所以这个部分是完全是站在那个当事人的生命安全之下来做考量的。消防局指出，救护同仁可能是急散的案件，当时嘛甲家属讲，送去指定的诊所可能有风险，由家属签下切结书，才送去台南市的诊所。不过顶礼拜，才有救护人员因为拒绝无共区的救护被调职，再度引起各界的批评。无共区的救护已经造成基层人员的压力。附近辖区有其他的消防事件或是其他医疗事件的话，那其他民众的权益呢？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它并不是服务无限上纲，而是你在资源有限的情况底下，你消防能力都还编制不足的情况下，你要怎样让这些医疗跟救护资源有效的去分配？我们以后针对我们所有的紧急救护医疗里面，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专业医疗的医师群，然后我们的相关的专业人员，包括一些外面的一些学者，我们也要召集他们来开会。大家来开会以后，我们再做一个讨论。高雄市消防局表示，每一天紧急救护有400多件，99%以上拢是圆满达成任务。无共区的救护案件无济，已经研究要找专家学者和民间的救护车，对无共区的救护案件进行讨论。记者李小燕、陈汉坤南部报道。来看台东市一间真有人气的面店啊，昨去红壁讲店头家把一只猫杀甲死，警方到位的时，现场已经变清气啊。店主是讲，伊是去互迄只猫咬一个，才出手甲背。谁知影讲猫啊摔一个煞来无开。不过既然民众已经检举，官府嘛继续会同警方深入查明事实。其实暗时台东市一间真有名的面店，哪就发生烤动猫的代志，警方接到报案来现场了解，真侪看到的人甲警方讲，头家嫌店里附近一收猫仔伤吵，转甲一只猫架掠起来，摔到流血流地来死去。不离个店头的头家二白说讲，伊原本干那是要来甲食喷的猫仔赶走，毋过说去互猫仔夹着手一喙，本人的反应是想要甲猫仔害走，绝对无烤动猫仔的代志。抓起来，用力这样啪。我伊要搞我紧张拢甲弹落，这石头啊，你电我都袂振动啊。看到的民众提供监视器的画面指出，头家后来有甲涂骹的血洗互清气，而且佫有摕一个袋仔甲死去的猫仔缀起来。警方到现场无发现相关的证物，而且头家嘛无承认讲有烤毒猫仔。毋过真侪看到的民众已经向县政府来检举。台东县农业处表示，若是查到讲有烤毒猫仔的行为，以动保法会当处罚2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拘役，并扣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金。当然就是按照情节嘛，情节严重就2年，可能直接提报2年，或者提报罚款到200万。目前农业处会同警方当地收集证据，动保团体嘛接到民众报案，而且暗时赶来甲其他的猫仔带离开。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有报讲，台湾铁路局8月有发生2件意外事件，有立法委员早起就讲，虽然是无造成伤害。哪会拢无伫咧时间内照规定去通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咧？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当嘛决议讲，国内若有欠点无照起工通报者，有过失的单位就要裁罚。要驶去屏东嘉东站的自强号列车，伫咧一站进前电号显示会当通过，但是司机员所发现头前有停一台区间列车，抓紧打档啊，毋则无造成对撞的事故。原来是迄天铁道局咧测试电号，但是这件发生伫咧8月的事故，相关单位煞拢无及时通报运安会。请问通常应该几天要通报到运安会？确定乘客是2小时，疑似是24小时。即使我们在7月、8月，不管是台铁及铁道局，我们主委、副主委带队，针对业务先导哪些事故是要通报、会险的范围，我们都有去做沟通协调。
烦恼海陆空事件通报，若是前着会有灭证的疑虑。交通委员会早起做成决议，要求交通部要建立无依照规定通报的处决机制。8月份挂牌的运安会，目前为止人力也未完全补给到。预算的关键75个人的编制，只敢59个人。人力什么时候可以补足？目前我们在10月初的时候是79%，到11月中旬我们可以到达86%。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们都针对第2批的调查人员正在进行招募。运安会表示，按算伫咧11月中旬补足800个人力，对外界关心南方澳长桥的事件，运安会表示，目前会同宜兰地检署等相关单位进行收集证据，政府拢会保存伫8号码头，后续会送中科院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去年7月1日，敢若诈骗集团派人去提款机头前领钱犯案的代志，屏东县竟然就发生731摆。屏东县警察局嘛决心开始按提款机的地点、甲犯案的时间，去分析，加强埋伏甲巡逻。到7月，今年的7月，这款案件已经落落来到剩3摆，有影是改善甲通人知。画面顶这个砍头砍面的查某人，还有这个戴安全帽、挂喙暗的少年人，伫咧提款机头前无几步，因拢是专门路人的信用卡偷领钱的白手套。警察局调查小组透过提款机的热点，掌握因犯罪的时间，还有地点，发现因大部分拢是少年人。他们大概都会戴口罩，那背着背包或者是斜背包，那会在 ATM 前面会提领的时间会比较久，会操作比较久，因为他会不断的从他包包里面把他的一些提款卡拿出来，一片一片的在那边使用。去年7月份，白手套伫咧屏东偷领钱的记录，捌达到731届。透过警方加强埋伏甲盘查，到今年7月份，犯罪者犯案的记录只剩3届，下降的幅度正做全国第一，显示屏东县警察局为斩断诈骗集团金流下手这一步真正有效。我们各分局呢里面又有成立调带的小组，人的影像调不到，就从交通工具来，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个有系统的把它整合起来，去找到这些车手的影像。现此时诈骗的类型，什么都有，其中各以亲戚朋友发简讯借钱、网络游戏的点数爱纳钱、绑票囡仔等等的名义上多。领钱的时阵，准公民众发现可疑人士，就要紧报警。若接到诈骗电话，一定要冷静，先卡防诈骗专线165查证。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来看台中火力发电厂乡土团的基台牵管放出来的废水，各起方验到有超过环保的标准。这摆台中市环保局下动力，甲台电罚金6000万，佮要求爱伫咧12月进前改善较好势。总是环保团体嘛讲法啊法唔惊，规气都要下令台电基台禁掉，袂用得佮芳。台电打算有说明讲，因确实会尽量赶紧解决。台中市环保局这个月24号抽查台中火力发电厂烧煤机组1到4号、9号、10号机组放流水，要大概硼的浓度是不是有超过标准？结果出来1到4号机组每公克134毫升，超标26倍；9号、10号机组每公克141毫升，超标28倍。3个放流口分别开发，总计6000万。不代表以后都会一直罚。我们也会给予停工，它是有选项的，所以我想，既然台电是谈到自己可以在12月底有这样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能够完成，那我们姑且相信他一次。国加上9月份5到8号机组硼超过标准，今年台中市环保局已经查到中火7届放流水超过标准，总计放流水的违规开发金额已经来到了8562万。环保团体认为台中市政府开发临时要求伊停机，认为无啥物作用，摕拢是人民的钱。这也不过是把台电的钱换到市府这边而已。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勒令停机。对查到就马上开发，台电方面表示无法度理解台中市政府为什么跳过定时，马上就宣布来裁罚，但是嘛表示尊重。承诺5到8号机组减产50%。新的废水厂还未完成进程，废水嘛考虑是不是暂时无要排出去。5到8号机，我们自主减产50%，来减少废水的产生。对于减少产生的废水，我们会透过内部制程循环的方式，
来让废水不再排放。不过环保团队更加关心的是，空污的季节已经到啊，11月到12月空污问题，如果中火无部分停止，台中市政府又果要求减煤4成的目标，恐惊会无法度达成，到时阵又果会面临另外一波空污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热闹的所在好夜景，闪烁的招牌霓虹灯四归暗，引起光害的问题。都市辅导未少民众会去甲主管机关申请。虽然台北市、高雄市拢捌要定驻地条例，不过路尾煞拢煞无过。但环保署拍算年底要大声推出光污染的管理指引，提供予各部会一个信评当作参考的标准，通好照标准要求业者紧来改善。都会区开会产生光害问题，像 LED 扛棒、灯箱式广告、亮灯。到半暝游玩闪烁袂停，造成民众真大的困扰。环保署统计，过去3年1200多件陈情案当中，台北市占6.5%，高雄市1.3%。为着要互执法单位有所参考，环保署拍算年底进前来提出光污染管理指引。这个目前是一个建议值，它并不是一个法规的一个强制的一个值，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其他的部会在订定相关的法规，或者是地方政府在订定像自治条例上面一个参考。建议极无强制性，但北市环保局有关认为处理的时阵会较有根据。最近5年，北市逐年拢有超过200件的陈情案，虽然2度提出公害管制驻地条例，但因为业者有疑虑，到今还未通过。环保局表示，也来透过交通甲业者协调，多数的案件拢会当得到改善。其实我们采不告不理的方式处理，那就是由光源的核准机关去做相关的处理。那其实业者也都还蛮配合的，就是只要是有民众陈情，我们去做一些劝导或一些相关的辅导，他们也都愿意去做相关的改善。进前北市府推出的驻地条例草案，锁定的光度是10公尺，250到300节光以下，比即马环保署拍算推出的建议值650节光以下，搁较严格。不过后来无通过，该协调业者，伫下暗固定的时间以后关掉电火，或者是卖设定闪烁，嘛甲灯光调较暗的。今年陈情案就有明显的减少。记者林俊美、曾志成台北报道。连续刷下来看2条甲香港有牵连的消息。昨暗香港伫咧旺角抗议的人士，又搁含警方起冲突，估计有35个人受伤，上少年的才13岁尔。嘛有记者骹骨去互枪支击中。顶月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嘛讲，若是民众对监督警察的单位调查出来结果无满意者，伊会搁再设法。但香港的南华早报就报讲，政府诚实有考虑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今日开始伫咧北京要连续会议4天。因为所有决议会后才会经过官方的媒体发布，但即马种种的消息是满天飞。香港的《亚洲时报》就报讲，无定中央会趁这边的会议指派代理特首，正式甲林郑月娥换落来。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下203名中央委员，以及另外172名中央候补委员，2月开始会伫咧北京小连续开4天会。这是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就任以来第4届的全体会议。中央委员会的职务，除了象征性选出党的总书记等等，和中常委以及中央委员局的成员，卖决定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虽然表面上的执掌无包括决定重要的政府人事，但是以中共所谓民主集中制，由党指挥一切的本质，所以重要的人事案有关有可能伫咧中央委员会议顶面，互人提出来讨论。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指出，最近中共面对的上大问题，包括和美国的贸易纠纷，以及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抗争，这2项拢甲做伙，搁再加上中国经济成长继续放慢，下起伫这届四中全会议程的可能性真悬。按国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相关的内容拢是高度保密。除了议会委员，敢若互人赶紧避袂当外出，所有议程和结论拢爱等到31会议结束了后，才由官方媒体新华社统一发布。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台北荣总的研究团队合作，临床分析发现讲，高血压搁有颔颈的动脉回血流的速度较慢，才会时大。脑部理解代志的机能就会较退化，
因为颔棍的动脉血咧流的速度若慢，就会连带脑部的血管会较老化，当然就会牵连失智症的起因。台湾伫咧去年正式走向高龄社会，其中人体功能衰退，定也是高龄社会当中产生健康照护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卫院和北营研究团队合作，针对1684位50岁以上的民众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高血压而且颔仔棍动脉流速较低的坐伙人有人体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看到的一个端倪就是说，流速比较低的人呢，他可能这个。brain volume 也就是大脑是有比较小的，它可能是一个萎缩的。然后呢，它的这一个里面的这一些微血管呢，它也有比较多的这个损伤。研究团队表示，颔仔棍动脉流速低反映出大脑血液循环无好，会增加欠血性中风和人体退化。而且过去研究嘛显示，颔仔棍动脉流速较慢，嘛有可能代表脑部血管的活动力无好。就算也未中风，嘛有可能因为血管伤下造成流速无够，人体功能会较歹。亲像阿兹海默型失智症或者是血管型失智症，嘛拢和血管老化、硬化有关系。就是两侧的颈动脉呢，是供应我们大脑血管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如果说颈动脉的血流不好，或是颈动脉有狭窄的话，它就会影响到大脑的一个循环状况。有些人呢是直接就造成了中风，有些人一些慢性的影响，它就造成了认知功能的衰退。研究团队提醒，包括食薰的人、3个月族群，拢是人体功能退化和血管病变的高危险群。民众除了维持良好的食食习惯、加运动来促进血管的健康，嘛建议高危险群爱重早进行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才会当事先防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观光局上届新的统计，9月份按中国来台湾佚佗的人客有116000多人，比较去年减10万人。不过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来的人客拢有加着，敢若日本人客顶月日就超过19万行脚到，今年规冬无定着有机会会超过200万人。西门町6号出口早起就得了真侪外国游客徛伫咧上新的彩虹地景顶面拍卡翕相。根据观光局统计，9月来台湾的旅客整体比去年减少5%，主要受到中国限制中国客。9月的中国客人数比去年减少10万人。不过日本、韩国旅客和东南亚市场都有明显的成长。龙山 Temple、江开石、台北101、Today is 9份、平西。どんな食事食べましたか？小籠包。I want drink so sweet, too sweet. I don't like. 根据观光局统计，9月来台湾的中国客有116037个人，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减少46.8%。香港、澳门的旅客受到反送中运动影响，嘛伫话减少2.36%。不过日本、韩国旅客线一直咧升悬。9月来台湾的日本游客有19万人，超过中国客人数。韩国旅客95000多人，菲律宾旅客32000多人，成长4成。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9月成长率拢超过去年的同期。日韩是因为日韩本来就在日韩大战啊，本来他们日本、韩国会互相旅客的护送嘛，现在就是他们都不护送，都往台湾这边跑。今年影响比较大的是自由行客人，因为大陆片面不发拒签注。旅行商业工会指出，受到日韩贸易战的影响，转来台湾旅游。另外，台湾和韩国之间嘛有增加包机补助。中国客方面主要嘛是受到挖进台湾的选举年，和中国客限速受到的冲击上大。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水火无情，打华山基金会屏东2站。甲屏东义消的妇女分队，佮有华山幼儿园，就做伙举办防灾宣导的活动，教咱爱安怎伫咧火烧全乌烟的场所逃命。另外，义消嘛特别小解徛家厝防火警报器材的利便，建议大家厝内拢着爱斗，安全才顾较会到。甲教室变做火烧烟雾体验室。予时大甲囡仔感受火场有偌危险，这是幼稚园的教室。阿公阿嬷去到幼稚园，甲囡仔做伙学习，斗阵了火烧厝防灾的知识。我只有看到烟。哦，然后呢？然后就雾雾的，然后慢慢靠着墙壁走出去。什么时候会这样？有时候。我很多日哈，穿那衫，那个
撞伫沙河，因为是要无路好出来，结果就是有人甲拖咯，我都对因行出来啊。屏东义消讲，体验的烟是用糖制作出来的，输着袂损害身体。毋过，若正经火烧，呛出来烟有毒，会激死人。若看到房间有呛烟出来，千万唔通入去，呼吁民众会当闪偌远就闪偌远。这当真正的国产的浓烟，它是有毒的。也许我们吸了1口2口，它就会呛昏倒。时大若一个人大当着火烧厝，定着会真紧张，凡事无法度即时得命。即摆华山基金会甲华山幼儿园合作，希望经过义消的宣导，加强长辈防灾甲逃生的观念。活动若助赞长辈甲囡仔建立正确的防灾观念，义消嘛了解徛家厝警报器的功能，宣导安警报器的必要性，建议大家要来安伫厝内，互安全搁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为着鼓励幼囡仔加讲母语，咱公司台语台和教育部、文化部，还有台中教育大学做伙举办公营倒转来这个台语的表演比赛。招募各校的学生囡仔来参加，无论搭喙鼓、歌戏、四句联拢欢迎。囡仔兄、囡仔姐功夫真点，一旦拼入来决赛，毋若通来电视台录节目，冠军还有奖金10万块的大礼。四句联是讲甲写叫，囡仔伫咧舞台顶练功夫，囡仔兄囡仔姐点指画牌、唱歌戏、搭喙鼓，互人看到趣味趣味。阿妈，你为虾米咧哭？我想到我好朋友蓝露英迄个悲惨的故事啊！这会当用足侪游戏落去教，落去学。你迄音会念着，然后会背袂起来，嘛是有困难的所在。这个合作公营倒转来的活动，是由文化部、教育部、公司台语台和台中教育大学等等的单位做伙举办，在北中南东4区办比赛，鼓励所有对用台语表演有兴趣的国小学生斗阵接触台语，然后决赛就会伫咧摄影棚拼输赢。咱电视台以前伊拢向禁止嘛台语的部分伫电视台拢消失嘛已经伫电视台真少看到学生的表演，所以阮台语台设立了，希望讲咱全国的学生拢会当来参加台语的比赛。有同伴大家做伙用比赛，伊迄一种的迄个活动，就是一种推动的方法之一。公营倒转来比赛无限制囡仔表演的形式，鼓励囡仔小少做伙使用台语，享受讲母语的快乐，也希望台语文化会使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咱听到讲公视台语台卢东熙台长，伊来讲起，较早电视拢禁台语，即马慢慢拍拼，才有即个台语的电视台。有偌济人费心情，有偌济人行过用过努力的即条路。国情要赶紧招所有咱遮的观众朋友，我讲一条真趣味的囡仔歌，因为囡仔的教育唔通等。台湾的母语，咱着紧传。这条囡仔歌叫做果子歌，伊的原因、伊的来路，较等下我再来解说。咱先来听看卖咧。大声讲西瓜圆圆，气味甜甜，杨桃较酸，香瓜较甜。秋天食龙眼，热人食奶汁。甘蔗要食着削皮，葡萄食了爱配籽。食起白顾气管，柠檬食着皮肤水。要食油仔等月圆，8月来啊满家市。台湾果子百味，欢欢喜喜食规年。是啦，这条果子歌大声见面，先甲你讲西瓜圆圆，这著是囡仔知影讲对，西瓜的形体圆圆啦。第2句气味青青，气味后人讲叫做高桃果，高桃啊果，气味就是鸡圆果，这对澳洲进口入来，无毋对呢，有影皮青青呢。果续来讲，杨桃较酸，香瓜较甜。秋天食龙眼，这嘛有对。热人食奶汁，确实都有影。
过来讲甘蔗要食，就削有皮，啊葡萄食了爱配籽，这拢有哈呢。吼吼，这果子歌哪像讲出讲每一种果子的特色，无毋对啦。实在国政会经这条果子歌拍算，所有咱电视机边咱遮的观众朋友，应过你嘛毋捌听。国政啊，你哪会遮歌口？你也知影讲我毋捌听，煞毋知影讲，这条果子歌就是20几年前，1996年的时，台语文社学生囡仔，一阵学长、学姐甲学弟学妹大家扣做伙，同齐编讲吼，咱就这个囡仔歌编出来，啊，互咱的学生。社员申请的这社员来上社课的时阵，咱教因读了，连工会当倒转去，教因的下辈小弟小妹，教因的后生囡仔读。啊，结果谁知影讲台语社编这条歌了后，搁落尾也无流传出去啊！我就是坐伫迄阵内底，我毋才会知。过来后壁果子歌讲食起白顾戏光，内蒙食着皮肤水，这拢毋免国政加解说啦。啊，要食油啊，等月圆，8月来啊，满街市，声声句句拢有影。英国对学生的社团，拼来到即马真侪大学拢有台语系，阁有台语的电视台。实在目的有缘，拢是共一项，共一种的心愿。讲囡仔的教育毋通等，啊，台湾的母语就紧糖啦。讲到果子，观众朋友阁刷落来，国政要招你做伙来看全世界。柑仔类的果子酱的比赛，竟然头一摆有亚洲人去摕到年度双金牌的大奖，尤其这正就是咱台湾人。永暗9点，公视台语台文化新眼界，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这个节目，要招咱做伙来听人的苦心，看专家安怎用台湾的果子做出好气味佮好看头，世界级甲人有比拼的果子酱。2019年世界柑仔类果子酱比赛出现头一届由亚洲人摕到冠军，得到这份荣誉的正是咱台湾人歌仔。歌仔利用台湾金枣甲鸡蛋，做出和欧洲人拢真学乐的世界冠军果子酱。想起当初参加比赛的时阵，心情是紧张佮期待。其实我12月甲果酱行过去了后，其实我拢讲我袂在意，问题是我逐工在心内拢在算讲，到底当时这个比赛结果的公布，完全无想到讲我会当摕到金牌了后，上重要是得到双金。这款出国比赛得冠军倒转来的果子酱，其实是歌仔甲生活美食作家叶宜兰合作的果酱。研发的过程长达半年哦，就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反复的试吃，就是那时候其实柯雅做了好几个版本。那中间我们就是对于那个就是橙花的这一款是比较喜欢，而是那时候觉得就是整个那个果酱的那个香气不够奔放跟强烈，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请他适度的提高那个就是柠檬的比例，然后让它能够那个更完美。台湾水果的特殊风味，加上歌仔的手艺甲叶宜兰的调味，完成这个和欧洲人真学乐的果子酱，用台湾水果和世界看到台湾这个报道。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来看屏东高工机械科的学生苏碧豪参加全国机能竞赛，摕到设计模啊这组社会组的金牌，嘛替学校创造出新的纪录。为着这边的比赛，苏碧豪一天苦练10多点钟，伊嘛讲望紧摕到国手的资格，通好代表咱台湾去国际甲人拼名声。恭喜模具苏博豪，提名单位屏东高工。徛伫台顶接受大家扑克声，屏东高工机械科苏碧豪微微啊笑，然后比一个1，因为伊拍败业界代表和大学生，以高职生的身份，摕到今年第49届全国机能竞赛模具组的金牌。训练的过程哦，辛苦是一定会有，然后我觉得过去的话，那不管当时在当下多么辛苦，我觉得后来都一定会很值得。所以现在再苦，我觉得到最后你的努力一定会有收获的。会安尼讲，是因为苏碧豪车赢得到金牌的背后，是一段辛苦无人知的故事。苏碧豪自细汉就无介意读册，不过伊对做机械是兴趣起，一天就练超过10点钟，这拢是真事上的代志。对设计模具制作到推金做出成品，伊拢非常认真。
那一个模具出来，它要耗费很多的功夫，甚至它的细腻度。那它这个模具呢，能够塑胶射出成型，需要连续射出10个元件，那代表它这个精密度及细致度，它花费了很多的功夫。苏碧豪骨力打拼，赢到金牌，即阵已经摕到台湾科技大学保送的资格。接落来，伊希望明年会使取得国手的资格，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未来也希望有通好进入中科院，将家己的专长贡献给国家。金牌最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美国总统川普证实讲，顶礼拜六暗时，美国军队伫咧叙利亚的西北边发动攻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头人巴格达迪去互军用狗约甲走投无路，将其尾点炸弹来自尽。不过，嘛有媒体报讲，巴格达迪8月就已经交出头人的职务，伊只是团体内底代表性的人物尔。Abu Bakr al-Baghdadi is dead. He was the founder and leader of ISIS, the most ruthless and violent terror organization anywhere in the world. 川普伫美国时间27公布重大消息，证实ISIS首脑巴格达迪已经死亡。川普指出，美军伫叙利亚26暗时发动夜间攻击，结果巴格达迪被入去一个坑道，无所在走，都引爆炸弹死亡。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tunnel as our dogs chased him down. He ignited his vest, killing himself and the 3 children. 川普嘛讲到，美军伫巴格达迪死去15分钟了后，就将尸体做 DNA 鉴定，证实死者是巴格达迪本人。川普懊恼美军伫行动中无人受伤，巴格达迪死去之前一直哭一直叫。And that's why he died like a dog. He died like a coward. He was whimpering, screaming, and crying. And frankly,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brought out.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出面表示，有2个美军受轻伤。美军要抓巴格达迪已经真侪年，有几落摆传出伊死去消息，暗过拢无向证实。今年7月，伊向其用伫媒体表示，IS 未退让，会继续拍消耗战。暗过过6个月，都是伫美军的攻击。巴格达迪死亡消息公布了后，白宫嘛发布川普甲其他官员看美军攻击成功相片。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咱有报讲，英国发生冷冻货柜内底有39个人去冻死的案件，本地人士判断讲，死者拢招是中国的百姓。不过目前已经有24个越南的家庭，甲政府通报因的亲人伫英国失去联络。警方打嘛有找家属采集 DNA， 会送去鉴定，通好紧查明死者的身份。英国艾萨克斯郡冷冻货柜车39个人死亡的命案，死者原本拢去用认为做全部是中国籍的。新的证据看起来，大部分的死者可能是越南人。伫咧越南好正省的20岁查甫人黄丁良，真有可能就伫咧这台货柜车内底。伊妈妈就伫咧厝里真不安，等待奇迹来出現。黄丁良的爸爸是表示，家己捌苦勸後生唔通偷渡出國。Cũng khuyên như thế rồi nghĩ là không đi là thế. Chú có khuyên là con không đi? Rằng khuyên con là con không đi là vì kinh tế là gia đình ta từ trước tới nay là bố mẹ cũng không có gì, tuy nhiên là các con vất vả thế nhưng mà vẫn nuôi được các con khôn lớn. 另外一个宜安县的李文豪嘛，真有可能是死者之一。因爸爸抱孙仔是哭甲真悲傷。Tức là từ mấy ngày từ ngày 22 cho đến 23, 24 thì chú cũng có hy vọng là có phép màu nào đó thì là không ập đến với con trai của chú. Nhưng mà từ ngày 25 cho đến nay thì không có một tia hy vọng nào ở chú nữa mà ruột gan rất là nóng. 宜安省當地居民伫咧天主教堂替死者來祈禱，政府講出當地人是安怎要出國討彈的無奈。Như vậy tôi nghĩ là cũng không nhất thiết phải là đi nước ngoài, mà cái việc bây giờ là hiện nay như chị biết là cái công ăn việc làm nó rất là hạn chế, thành thử là người ta bươn trải vậy thôi. 上新的消息显示，越南好正省甲宜安省总共有24个家庭向政府来通报，有亲人伫咧英国失去联络。警方已经向家属来采 DNA， 会送去鉴定比对死者的身份。若是货柜车司机罗宾森，已经去用指控39项过失杀人罪，28会出庭，案情会继续来调查，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加州顶礼拜3发生树林内野火，已经烧去1万家的土地。本地政府估计讲火势慢慢的较熄。无几个昨昏又搁透，火嘛就愈暗。
加州政府昨宣布讲，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连夜撤走四边18万的民众。规栋厝拢起火烧起来，葡萄的顶仔架嘛烧到乌酥酥，乌烟一直切，规个天顶看起来拢乌麻麻。美国加州真有名的葡萄酒产地索诺马郡，因为透大风引起森林野火，部分地区拢烧起来啊。Overnight, we obviously saw the wind surface through Sonoma County, coming from the northerly northeast direction. With that, we had fire activity that increased, spotting ahead of itself, and burning into some of the closer areas to the more more populated spots in the county. 加州的金凯迪森林野火伫当地时间23暗时开始烧，原本预计火势会伫2个以后开始退，毋过透大风，佮互火佮来炭，而且烧起人口真侪地区，嘛有真侪所在来断电。加州州长日前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而且动用一切资源阻挡野火继续来炭。We have over 180,000 people under evacuation right now. Some of the evacuations that we added yesterday afternoon and through the night included the areas around Sebastopol and West County. 当地政府关闭撤离18万人，民众接到通知，个别伫款物件，干会当先来走。Everything else I left it in the house. I don't care about that. I care about my life, his life, and the person's life who lives around us. 民众暂时住伫咧避难所，唔知当时才会当登去处理，而且差不多伫咧同一个时间，旧金山湾区嘛发生小规模野火，火烧到公路面顶，当地一间大学嘛紧急疏散。美国国家气象局是警告，旧金山以北可能会出现帮助野火的气候状况，会引起更较严重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下半部各地头气温的变化。北部24度到29度。中部25度到31度，南部26度到32度，东部25度到29度，金马平湖20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载咱再会，多谢你。